来有关这个武汉肺炎，网络的假消息甲谣言是有够多，安尼是会严重来扰乱着咱的生活。目前全台湾的检警已经侦办72件，移送64个人。来看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新型冠状病毒彩色高解析度的相片已经出来，传播力超过SARS，全世界超过73000人为着，1800人死亡。台湾一日出现头一例死亡的个案，大家拢会惊，防疫方式一直传。莫去公共场所，尽量莫伫餐厅食物件，坐公车选择头前，莫去美发厅，安尼敢真正有必要？没有办法，这个正常生活造成的伤害，有时候会比 疫情还严重，不要把它当作每一个人都是病人，然后所有的活动都不办。家庭讲伫公共场所，若是讲有人拍下像无刮嘴烟，病毒就真高，留伫四周围3天以上，然后别人摸到会造成传染。一个咳嗽的人，他咳出来的，我们都有被喷到过，那就是水泡掉落在这个桌面的那。 因为掉落在桌面，它就是在这里，它是蛮密集的，对不对？它密度蛮高的。那在这个室温正常的环境里面，它存活度是蛮多天。洗手应该是一定重要，不管它有没有空气感染，洗手一定重要。也就是讲，不是开放空间卖使去，验过破病人一定要挂嘴烟，所有人一定要注意手的卫生。 而网络上更多的错误防疫知识指称，我们现在不要戴首饰，不要戴隐形眼镜，还有只要摸到钞票要放在塑胶袋1天，但这些都是错误的迷思。重点在于不用肮脏的手碰触眼、口、鼻。病毒若挖到黏膜表皮，就有机会进入人体，所以讲了解病毒的传播方式，就免去插一寡错误的防疫知识。